切！皇上，推出去！皇上，神世不足为上，但是圣上，你将英王不孝之名。圣上，你的生身之庙，就是先王义妃玉神宫李娘娘李太后。自口！朕的亲生之庙，乃南清宫德太后、永庙老太后，朕吊上无安，你竟然无中生有，所以朕有不孝之名。你分明是目无雕工，胆大不为。皇上。李娘娘鬼魂显灵告状，分明李娘娘已经不在人世。如今你有说李娘娘也在人间，你只是一派胡言。万岁有所不知情，不知影其中有温情。当初会小灵经一条龙，迄个义中社内才知道成。也若安尼，依你所造，李娘娘伊究竟是有甚物冤情呢？当初娘娘伊生太子，并非正常欲害皇嗣。但林家挑子去救子，迷信所造，无故无虚事。保证今日走出本，sin走本非失其君，迷信那受斩不照论。求皇上。爱请回太后啊！向天那论，真是有这款代志。是。20年前。怪还记得10年前，丁年有之事，正经在碧云宫内。什么罪？定经来卡
见黎明啊，隔天界。今日若是也在世，甲你天下是同期。哦，甲我同期，也纪念甲我同期生，你是要替你查分明？我和阮无平10年前，此我难敌差敌情，无互你有冤枉，我要办，等我来你将的江山。时候无早，你赶紧回京来。有诶啦，电公讲，母爷话还未讲完呢，等下。母爷，你走，你甲我讲话要紧啦。时候无早，你还是赶紧回京去。母啊，母爷你足可怜的，我要倒来才陪你。这是犯罪人伫咧住，殿下你要哪会用去住咧遮咧？谁讲？母爷你哪会当住的所在？你是嘛用咧住？我要踮咧遮陪你，殿下，我是犯罪人。我啦，母爷，你足可怜的，你是冤枉的，你一定是互家己害对无？哎呀，殿下，你赶紧回宫，赶紧倒来。冤啦！我人你知影咱就惨，殿下，你也是赶紧回宫。母爷，我爱等你啦，母爷。在因囝，在乎啊厝边。
天中，朝中有位有事，知影真相，求皇上，你该调丹林，西门断上。阿庆，平心，谢万岁。选丹林，选丹林。奴婢担任叩见皇上，平心，谢皇上。丹林，昔年新妃娘娘王婉被打入冷宫，你是毋是知影真相？丹林，昔年新妃娘娘王婉被打入冷宫，你是毋是知影真相？多多，你就一一说来。免得你娘娘远征大海，应在汀州受苦。皇上用兵。皇兄，以丹林所造，二万外太子之事，事关当今太后，皇兄，你得要三思而行啊！皇帝，朕已经受一暗啊，此事绝非空穴来风。只是朕不知要如何处理。皇兄，你何不到南清宫去请示母后咧？对，朕就来南清宫请示着母后。皇上，母后，据丹林所造，20年前，老母后情意过怀，私下卡嫁，李茂外子，火烧碧云宫，行尸扣宫人，已度灭口。此事可是真正？哈，皇上，这个代志你拢知影？原来呢，这件代志是正实的。皇上，请赦亲切，弃君治罪。母后，赶紧平息，母后负罪自由。皇上，臣妾甲老王爷拢犯着冒认皇上为主之罪。什么？母后，也若安尼，李茂外子的代志，监公父王拢总唔知影是？皇上，此事有关宋宫的宫廷。10年前，老王爷进京几啊摆，想要奏明先王，又搁无机会。有一摆，老王爷伫御书房，甲先王下棋的时阵，皇上，神输了。哦，哈哈哈！皇兄，你平时技艺高超，今仔日为什么哪会连输3盘呢？皇上，国家太平之年，风调雨顺，万民乐业。皇上不为国事忧虑，举步相当正通。敢讲皇兄你有忧虑啊？这。 皇
兄，我看你好亲像有心事。皇上，臣有一事想要来请示皇上。皇兄，请说。当年臣带调匹一甲殿下调征入宫的时阵，皇上为何不入调匹，乃入调征为做太子呢？哈哈哈！因为当初寡人见到伊调征，我就非常介意。无错，这就是叫做父子有天性之爱。啊？皇兄，你伫咧讲啥物？皇上，臣是讲父子本来就有天性之爱。天性之爱。皇兄，我听你伫咧讲话，好亲像有一点仔蹊跷啊。皇上，请恕罪。皇兄，你何罪之有啊？臣有欺君之罪啊！皇兄，你无罪，平身。皇上，其实殿下这是皇上你的骨肉。皇上，其实殿下是皇上你的亲骨肉。这是怎样讲啊？皇上，殿下乃是新妃娘娘的亲生。皇兄，这是从何说起啊？臣确有欺君大罪啊！微臣的温情。做朝用，今时你嘛换太子，伊要害死迄个皇家属，当暗命令挑强你，要将殿下等落迄个金水池啊！有这款的代志，挑子夫人做殿下害，行武丹人他安排，太子藏在迄个庄埡内，做受伤到迄个南清宫来呀。离神欺君我救因典，所造的句句是那言啊，文言有如。心灰。
事情已过，18秋也何事动乱，我在闹一场啊！可是老岁境下，出毒气那如出行，起的可爱，一出事算来，也是强挑，强挑我用是可笑啊！你往何事啊？再对求，我困求万岁，着世事了啊！心灰呀，心灰的梦幻啊！丧性命，寡人的良心嘛，怎会安那哩？皇上啊，一出事已流血，也无用，也人事不灵啊，再可先心灰，皇上，请你善说。心灰，你死得太晚了。皇上，请吃药。皇上，老先生，老先生。